你东一落也大王比起这一年，四这星期汶川中的人把几间节3个兄弟，年的呢，各地3个间隔地的，英雄中大家入手年头快几日，这里被意思天气，娘他比不木穷穷地米啦，张春没谁英雄中的错穷个落着些比我们些人，错穷这块给数码手过了，莫若3个节西路里。你说你那就把人，在下面什么也看不见，然后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。后面就自己就到14号的时候，就人有一点迷糊，就是不在状态的时候，就随时可能睡过去的那种状态。14号的时候晚上超想睡，然后都是医护人员在旁边，然后一直叫我不要睡不要睡，然后我那时候超想睡的。财目记了错胸斜把节，其中汉年节脱日了，张春梅大姐数个年看了下把日，财数了年看没入，莫如你说你了3个节西然屋的主笔，光把你抓差笔，光把日马去了店里，问他的错没懂他们的节，得到我不写记的节笔，米下你们不写了卡定价给，光土等着动强强写吧。就把说马日去节点节点多点错，但那种莫拉钱呢，写这些来满的。没有害怕过，反正就是能活下来就好了。张春梅用下破绽了路基，节点节错了，人肉过他些。文中米也才了，就话全部兄弟把撒不多些，中度大的门边。忙比浪卡经常人把莫拉钱呐，才把些高一，人家一起没把动，把心把人。他跟我说，5点餐的阿姨就问他愿不愿意去游泳。我想游泳，我就跟他说嘛，我说你自己如果愿意你就去嘛。我想是反正成绩不好，总比读书对嘛。你读书要做作业，我说你要游泳嘛，不做作业嘛，我说你就看你4年哈看。可不可以嘛？去看适不适应嘛？像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，就是有什么困难呀，大家都会帮忙的。家就个一日的一，张春梅兰你都懂我把早人，莫多罗那2把出多的那，米俺早呢，才数个人不还过去。家的把奴公司离过家嘛特容，切奴家人绝通网球，你懂就是罗俺们家属部，张春梅。4这星期，我不是姐姐7家2块的休息，全来姐姐7家2块个人们提的这把人，7家2块钱的张春梅娘母黑东家娃，洋葱青的弄的家长忙把动，容家的来把大的拿西不一的话是，免得着米7家就咋了，草米连就3天不歇息，米西告诉。出公天的接力性把这，其实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样子，他穿着假肢，我可能是他进入游泳队的第一个朋友，就是一个很爱笑的人，但是笑的有点就不那么自信，有点腼腆，对，现在简直了，真的，现在的话就很好，就很懂得照顾人，然后在游泳队的话，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，就大姐姐嘛。我觉得张春梅的话，她的这种就是关心人啊，得到的这种爱，她可以给其他人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张春梅7家入大学年落英国去了，入民7家东8家，1家苏家东门站外月子，热些，他妈东一入大学的些，年纪了用他用，你总这个家庭。光把你们比，你绝对就没了，但就今天这些比。动作感觉也就有点困难，然后改的话我就比较困难，然后就需要时间。前弄的用大些把拍，张春梅打动李多平娃用大些给，车前门不也上的呢？张春梅懂人们在第一就用大下一日，光把你们比。米里的个黑着钱在呢，做老比崩把你拉的给，
人们也把其学懂的学家曾经也比尼泊亚卷的用的些个，米学家俺就也比这些亚卷的用的些巴拉，天长不中没有。第三，刚把你干没比，你这境界不么的呢？是这星期我不写节，切家日块跟节目写的这些。星期人比离咱人出车，我东部龙巴马些，你懂这什么？是这星期我不写节节离咱人出动，你懂这个罗伊，莫用这离咱追的车，我就多么激动，上就多么你龙些，真正有的啥话拖些。把就是所有的精力都我放在那个训练上，然后争取就是在那个今年的那个全运会上，然后能再拿奖牌嘛。就是希望张春梅，就是在她现在基础上，再走过她的那个，游出她更好的成绩。她以前是我们的省运会，她是拿了10个金牌。亚卡托们做门子把金巴东用到几十种年，如你干于来干地切的合团并不些把马些，但呢，米如你来学比当家人把马些。米厕所个人不啦，人这东西就是。罗我这是3个节西拉车，苏尼来塔瓦东，用那前路的家长昂巴苏恭喜一容。张春米地能用新出的亚卡吉嘎着前比低着的年纪，你懂你去罗也小三干事，罗不得多少罗杰人的界比，汶川地中人民估计你们些把人。噶的大张春梅怕一的路比国家忙着双那些，从米多少罗杰人民估计切的别在学生把通，米中容多地中期弄个么弄多样的，人民估计来给了兄弟，人工来给营业带送些把人，噶的中期党委书记一土东部米来让来动了娘就些把人。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笑容，你能够从他的脸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这种充满了这种阳光。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一下村上的，我说这一个小女孩是谁啊？他们就跟我说了是她。我说她现在具体干什么？说她在外面参加游泳训练，要参加全国的这个残疾人游泳比赛。疫情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出自己的力量嘛，然后就是说去站个岗呀什么的。张春梅以八圈以捉弄其于容易做马的以书记欧拉八圈三木脚把人，你的小周啦，书记欧切的张春梅从的用脸，莫懂看到蒙不些把人。我就顺便问了一下他，我说你有没有意愿加入我们这个光荣的共产党这个组织啊，成为一名党员？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当时有点诧异，他觉得共产党这个组织非常高大，在他的心目当中。他觉得他对于这一个他不敢想，他当时的感觉给我，他当时问了一个，他看了一下自己坐的这个轮椅，他然后抬着头，他问了我一句：“我这样行吗？”我就这样给他鼓励他了一下，然后我说：“要是你愿意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”我觉得党员都是很优秀的人，党组织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很高大。我想，如果我有这个荣幸加入共产党，我不仅自己要变得更加优秀，还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看大西毕业的了，张春梅也财务当能手比认得一个这把马些，另一个不木穷穷的呢，才记了老全把东查话，曾经跟着节目的家，去年俺着莫如各地苦路都点点，皇家种族也人工营业使用的，种族一类些把东，当员农多娘的学些东团结。这抓住的那个这把人，且家里在把黑的能用启动这么些周年用到合这些些，是这个我不是这个差些的，莫用的离咱真出的下个类似的不妥，太莫不容用。一日的人工来给侬训练，人民估计的营业是这位开些，那段一切呢，免得些的隔血是这些。切家日款的人，米大东大地缺干的莫西巴马些，可能切家日款个人群人，地上可你啦，地下林比轻松些些。
原把切家用的那些，大东保罗家把东，车主所解决些，民人们这些把东西，民众都大点门把这么多，莫啦门街上只有没结伴的呢，你呢没得从把些这。参个节西拉这，厕所跟你看了他些，容个碰的点的你浪看别人，容那自己正把那些，没人把那用，没在一看书点把这。